嗱，美國我話仲有其實好多黔驢之技嘅，佢嗰個顏色革命係其中一部分啦嚇。咁啊，其實佢其中一個黔驢之技就係通過駐外使館啊進行咧不軌勾當嚇。譬如香港使館使乜成過千人喺度辦公，我唔明啊！成咁大棟大樓使館嚇。咁你可以可想而知啦，佢呢個係手法，即係通過駐外使館咧，係做好多不軌嘅勾當，係佢常見嘅手法嚟嘅。第一，美國喺1940年咧，就響格陵蘭咧首府啊叫魯克就設咗領事館嘅嗰陣時，但係1953年就好奇怪，佢又關閉咗佢喎。咁就直到2019年尾咧。特朗普咧就為咗配合佢嘅荒謬嘅購島計劃啊，我加荒謬呢兩個字啊，就狡猾咁樣去以對抗俄中對北極影響啊，佢話俾西歐聽，話埋俾丹麥聽啊，喂，俄羅斯同埋中國喺嗰度搞好多，即係喺北極嗰度好多動作啊，又整咩深海港啊，又整嗰啲破冰船啊，又開拓嗰個北極航道。咁又有丹麥政府申請翻，要重開翻嗰個克魯使館啊，克魯唔係魯克，即係努力個魯啊！我呢度筆記有寫嘅魯克嘅領館。咁樣該年咧就係12月咧，丹麥政府咧就好無奈咁批准啊，因為佢唔係話我想睺住你格陵蘭，所以想設翻個使館喺度。我要同你睇住中俄啊，咁樣講啊。咁美國咧就喺2020年咧6月10號咧就正式重開呢一個魯克領事館啦。咁啊，絕唔排除咧佢係藉咗呢一件嘅事咧去滲透、顛覆同埋煽惑呢個格陵蘭呢方面嘅目的嘅。咁啊，到咗今年好近嘅1月，美國咧就竟然咧就喺格陵蘭將呢個魯克領館咧仲唔滿足，因為佢喺舊區，而家要搬去一個市中心一個3000多平方米嘅新建築，仲要設有防彈玻璃嘅新領事館。咁但係始終格陵蘭都係得5萬幾正式嘅本土籍嘅格陵蘭人啦，使乜你整咁大嘅使館啊？咁當然又係好似香港式咁嘅，即係大領事嚟到去做呢啲大動作啦嚇。咁通過擴大嘅領館咧，就加倍人力啦咁美方咧開始係塑造咩善意購島啊！佢而家開始購島俾人哋即係攻擊佢啦，就唔係我係好善意㗎，我係想為邊個好啊，為你北歐好啊，為你西歐好諸如此類啦，即係為咗對抗中國同埋俄羅斯喺嗰度，定係你哋知味道啦。而家我要掣肘住呢兩個大國喺你嗰度咧，樹立佢哋嘅力量啊！我美國其實幫你哋手㗎，咁呢個假象嚇，咁啊希格陵蘭咧。咁大個格陵蘭，應該要俾我哋美國啊！你丹麥都而家自己照下鏡啦，鬥緊大忽地方又唔夠軍力2戰大戰都兩下手勢就要投降俾德國啦咁應該係屬於美國啊！咁一俾做呢啲宣傳咯。咁佢仲講啊，如果你格陵蘭呢啲資源咧，如果落咗喺中俄嘅手上面咧，佢就話大鑊啊咁樣，即係佢警告埋西歐，警告埋北約，警告埋丹麥。話你格陵蘭嗰度咁豐富嘅資源，你丹麥又控制唔得全面控制到，佢落將佢哋中俄嘅手裏面咧。就會造成你極大嘅威脅添啊！咁講恐嚇佢哋。咁特朗普咧對內亦都即係對自己美國人亦都包裝同埋吹咧購買格陵蘭島係為咗我哋自己美國國家安全㗎，作為優先嘅考慮
咁啊多次咁強調咧，佢話丹麥你唔能夠有效咁應對俄羅斯同埋中國嘅威脅嘅，以丹麥嘅國力唔得嘅。佢話等我嚟先掂啊咁樣。咁美丹之間咧就因為格陵蘭問題咧就出現咗摩擦啦。咁啊矛盾咧就係、特別嘅矛盾喺邊度咧？丹麥都叫做無可奈何啊，因為佢嘅主力武器啊都係靠美國嘅，尤其是空軍裝備咧都係依靠美國啊，陸軍同埋海軍亦都唔例外。咁美國就係因為丹麥嘅軍事高度依賴啦，啊就能夠弱化咗丹麥響格陵蘭嘅主導權啦。咁美軍咧隨時都會有話語權咧，去擴大佢響格陵蘭嘅軍事力量。而家有一個、而家兩個、三個軍事基地啊，佢仲有話事權。我話要多一個，為咗保護你格陵蘭，保護你丹麥嘅主權，保護你冚唪唥講晒呢啲咁嘅即係吹噓嘅説話。咁你都冇佢美國收，又唔趕唔到美國走，又唔敢趕佢走，啊！咁就變咗咧美軍咧隨時都可以有話語權去擴大佢嘅軍事基地添，啊，同埋軍事力量。咁啊，促使所有軍用機場咧都由美國同埋丹麥共用。你丹麥咩？你丹麥嘅機場咩？格陵蘭係主權咩？你係主權國咩？但係你嘅機場，你嘅軍用機場，我都有份用。我係為咗保護你，為咗你嘅安全咁樣，即係大條道理啊！又可以講，甚至話我美方要霸用都得。暫時我要有啲咩演練啊，我唔容許你丹麥喺度插手啊，搞亂檔啊咁都得啊！咁啊，丹麥咧係管唔到嘅，咁啊實際上係冇辦法抵禦到美國嘅。咁所以美國先能夠特朗普咁即係大言不慚咁樣，即係搞呢個新殖民主義啊！咁喺2025年起咧，特朗普就係第二度執政啦。咁啊，難怪佢再高度咁去推進呢個格陵蘭嘅議題。